希伯来第6章。所以，咱毋通停留伫基督初步的道理，无搁再简单伫脱离死的行为来信上帝。洁净礼、甲按手礼、死人的告我、甲永远的审判等的假事得拍基础，着追求成熟，咱着向前求进步。上帝若准，咱要安尼做。遐个人捌互上帝光照，捌担着属天的恩赐，捌分享圣神，捌体验上帝话的好处，嘛捌感受得要来的世代的权柄。安尼，因犹佫背信，即款人无法度互因重新悔改，行倒转，因为因佫将上帝囝钉伫十字架顶，公然甲伊侮辱。土地不时得吸收对天落来的雨水，生产菜蔬，对做事人有路用，这是对上帝领受的祝福。毋过土地若发草刺、甲杂草，就无路用，连边会受咒诅，最后互火烧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虽然阮安尼讲，犹佫深信恁的情形比所讲的较好，会当得到救。上帝毋是无公道，伊一定会记得恁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恁为着伊继续在服务的信徒所表现的疼心。阮真爱恁，逐个人对头到尾保持热心，互恁所仰望的话完全实现。安尼，恁才袂贫惰，才会学遐个对信甲吞忍来承受上帝应允的人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，既然无比伊较大的通咒抓，就只本身咒抓，讲：我一定要赐福予你，要加添子孙予你。亚伯拉罕熬吞忍，所以有得到所应允的。因为人是基比伊较大的来咒抓，嘛用咒抓做担保来解决因中间所有的争执。上帝爱遐个承受应允的人较实在，伊的计划袂改变，所以用咒抓来保证。伊的应允甲咒抓这两项拢袂改变，因为伊袂讲白贼。互咱才会逃避去求伊保护的人，会当得到真大的激励，通持守迄个伫咱头前的仰望。咱有这个仰望，亲像性命的鼎，趴伫圣所帐里的内面，安全可靠。耶稣为着咱做先锋，已经入去遐，照麦基洗德的班次，做大祭司直到永远。